你有冇試過覺得自己好渺小、好無助？面對生活嘅重擔同埋挑戰，係咪有時候都想放棄，甚至懷疑自己究竟有咩價值呢？呢種感覺，其實好多人都會經歷，但係，如果有人同你講，你嘅真實身份，比你想象中更加強大，你又會點諗呢？喺遙遠嘅聖經時代，有一個人叫基甸，佢面對強大嘅米甸人威脅，覺得自己係瑪拿西支派中最窮困嘅人，喺父家又係最細嘅。佢覺得自己根本無能力去拯救以色列，但係當佢喺酒榨打麥嘅時候，耶和華嘅使者卻向佢顯現，並用一句震動人心嘅話語宣告：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華與你同在。呢句說話就記載喺士師記6章12節。可能你同當時嘅基甸一樣，覺得呢個稱號與自己格格不入。你可能覺得自己缺乏自信，或者經歷過好多失敗，認為自己唔夠好。但係上帝嘅眼光同我哋完全唔同。喺佢眼中，你唔係一個等待被拯救嘅弱者，而係一個擁有潛力、被愛、被揀選，而且早已被賦予能力嘅大能勇士。佢睇到嘅係你嘅本質，而唔係你暫時嘅困境。當你願意相信，並且回應呢份愛嘅呼召時，你會發現內在嘅力量會被喚醒，去面對一切挑戰。因為神始終與你同在，佢嘅愛係你最強大嘅後盾。